年前要入住新房嘅，而且係港車直達嘅屋苑，今日呢間雅居樂金色果靚嘅122方嘅4房改3房，呢個廳咧7米嘅大開間，非常之闊落啊！我哋主陽台景觀望出咧望別墅、望山景，視野咧係非常之開闊嘅。睇下呢個空間係咪特別舒服啊？係招呼個朋友過嚟飲茶、嘆咖啡都係非常之好嘅喎。呢度8人米嘅大餐台可以安排上腰型嘅大廚房，雙開門嘅大冰櫃咧都可以安排上，空間係非常之闊落嘅。睇下餐邊櫃咧一排都係安排上，非常之實用啊！喺我哋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公共衛生間啦。先睇下第一間客房，呢個客房咧1.8大床都可以安排上嘅。呢一邊咧係望翻我哋嘅園景嘅，呢邊咧到頂嘅大衣櫃啦，2米嘅大床都係安排上嘅。入嚟睇我哋主人房咧，係個套間嘅設計，呢個衛生間咧係做咗乾濕分區，空間咧都係特別舒服嘅。睇下呢個主人房咧，7字嘅大標窗，2米嘅大床，到頂嘅大衣櫃咧都係安排上嘅。呢邊望出去視野景觀咧都係特別舒服嘅。呢場單位嘅建築面積咧係122方4房改3房嘅，呢個廳嘅開間將近7米，非常之大氣嘅，而且仲係港車直達嘅屋苑，背靠五桂山，空氣質量又特別舒服喎。呢間型單位嘅話，首期咧俾15萬，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做業主啦。如果想睇呢層單位，記得揾小波子，因為小波子公司咧就係喺金色果嶺樓下嘅德賢優選房嘅，睇樓係非常之方便嘅，睇樓記得揾小波子。